台南市警察局最近清点这全台南有289个路口飘线，定定互民众误解，嘛有这个正车要正挖的飘线，为了伤过底，互在地乡亲是看甲不飒飒，进前也不幸发生意外。着机关要求市政府爱赶紧来改善。交通局是回应讲，有伫咧规划要做全面性的检讨啊。 上下班时间，车辆总是踏。照道安条例规定，若车要正越离路口30公尺进前，爱先拍方向灯兼切去外边的车道。不过，像这条伫台南永康中华路段，民众讲，若正越的标线伤过外侧出现，甚至个抢在伫较外慢车道迄边的车道，表示特赛正越的标线，互因刹无涨。下坡的地方也蛮危险的，他那边禁止左转，但是也是。 在桥那个十字路口那边才有写，可能要预先有那种禁止左右转，或者是可以右转的标志，要先那个告知。一直在误导民众说，我就是应该在这个直慢车道直接切进去右转，这样会造成右转车跟直行车更多的冲突。那西门路段同款嘛有标示无清楚的问题。 机车、脚踏车照理讲会当徛伫基慢车道顶面，不过明明是同一条路段，却连年出现基慢车道的标线，佮连年无去。那民团是建议这条路沿线卖画基慢车道才推动，卖当减少人甲车的冲突。是安尼设计吼，会互一寡人有错乱的感觉。一开始没有的话就没差，但是中间出现了他们并靠外路口之前它又消失。机关车道的设计在路口的时候它会变成虚线，但是这个虚线在标线的设置规则里面它是不存在的，所以在台南的路口其实它效率是非常差的。台南市警察局这阵提出，全市拢总289个定爱互民众误解的路口标志，有议员指出，交通局编制人工严重不够，第四件歹案件拢通真久，因建议市府通成立交通工程大队。交通局回应已经有设立专案，11月做通盘检讨，嘛建议要增加预算，彻底解决这个问题。记者李从台南采访报道。